是在地新闻，继续来看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是全台湾唯一得到国际田径协会赛事银标签的认证。明仔载要开放报名哦。这届这个跑步衫甲面巾是邀请到捌入围格莱美奖真侪届的设计师萧清扬来设计，嘛希望明年会当争取到金标签的认证。 进入第18届万金石马拉松，一直是跑者心中梦幻的赛事。明年上新比赛伫这个月18开放报名，到时阵马拉松卖一定烧侪抢。今年万金石马拉松由艺人李嘉颖担任代言人，伊身上穿的跑衫是由到处入围格莱美奖设计师萧清扬设计，以简单风格创造出全新的意象。若是有跑者上直接的视觉享受，周边的商品嘛有受装饰。金人主视觉里面采用了3个几何形，象征万里金山石门的概念。万金石马拉松是全台唯一得到国际田径协会赛事银标认证的马拉松比赛，嘛希望明年当争取到金标，伫赛道路线甲报名组别拢有所调整。 跑道上做了一些更动，把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个上坡的路段，我们调整为比较平坦的一个路段。2020年万金石马拉松各项的内容拢更加升级。10月20日下晡3点会公布抽签的结果，想要自我挑战的跑者咧，千万唔通错过。